羅馬書第12章。所以，兄弟姊妹啊，既然上帝憐憫我哋，我勸你哋要將自家盡作生生嘅祭物獻本上帝，專心服侍佢，來得到佢嘅歡喜。這係你哋應該獻嘅，係真實嘅敬拜。唔好學這個事件，反轉要本上帝完全改變你哋嘅心思意念，你哋就會查明上帝嘅旨意，啲乜嘅係良善嘅，係完美嘅，係佢所歡喜嘅。靠上帝本來嘅恩賜，我愛對你哋大家人講，唔好看自家太高。反轉愛謙卑，特撒就上帝所賜嘅信心來量自家嘅從強。一個身體有好多嘅機體，大個機體有無同樣嘅功能。像咁樣，雖然我哋係千多人，我哋在基督嘅地位係一體嘅，身為其身體嘅機體，我哋係互相結連嘅。既然上帝賜我哋特撒無窮樣嘅恩賜，我哋就愛好好運用來做應該做嘅事。上帝所賜嘅恩賜，那係講語言，就愛照信心嘅程度去講；那係服務，就愛去服務；那係教導，就愛去教人；那係勸勉，就愛去勸勉。那係救濟，就愛太防；那係做良手，就愛認真打拼；那係憐憫人，就愛歡歡喜喜；錫騙人愛真心，愛惱邪惡，親近良善，愛相親相愛，像錫兄弟姊妹一樣，愛誠心誠意來互相尊重，唔好懶事，愛認真打拼，用火熱嘅心服侍主，在盼望中愛歡歡喜喜，在患難中愛忍耐，祈禱愛迫切，愛同窮苦嘅兄弟姊妹分享你所有嘅，愛接待愛鄉人，愛祝福不害你嘅人，無唔錯，愛祝福唔好做主，愛同歡喜嘅人共下歡喜，同驕嘅人共下驕，無論對乜人，愛彼此同心，唔好驕傲，反轉愛超群比美，也唔好鬧到自家真聰明。快款待你嘅，你唔好快款待佢。大家看做好嘅事，愛散忙去做，愛用你全部嘅本事去留大家和好。朋友啊，唔好為自家報嚴肅，等到上帝發現嘅事，佢將對你伸冤卡樣，因為聖經講，主講伸冤在我一天會報應。聖經又講，你嘅聽人那些妒忌，愛拿本佢食，再走愛拿本佢啉，你按樣行，會使佢減少到無解無殺。總講唔好本壞揚走去，愛用好來揚過壞。